OK，被 start 了哈。出来不呀？各位听众，哇，这道该输呢，我本各在欢迎的人都对来未记话未食，对来收听边的好见的节目。一礼拜我大家都来讲几个数啊 ，double feature 攞幾次了。我諗嘅特別嘅邊呢介紹是到啲 YouTube 嗰邊嘅，唔是 YouTube， 到啲 Google Hangout 嗰邊嘅道哥歡迎。Hello，大家好。了，媽咪記支持俾你學見。嚇？講咩？媽咪記支持學俾你學見。提起什麼？什麼是提起？提起什麼？哦，對。是刺激。了個有小英機，歡迎小英機。大家好。了個我會記得頂禮拜嘅小英，了個有奧地都歡迎奧地都。啊！對都 mute 掉。做咩？冇聲。伊係講未出。伊學鬼冚嘅喙，แล้วก็有helicopter。Hello。我攞爆個麥。南西。誒，這隻是放是7月14是唔是？唔知喎，我唔知喎。Maybe 咧。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有7號。大家好。個有葡萄鏡。大家好。個半減啲。半減啲鏡，半減啲。แล้ว半減啲吧，成鏡唔知喺度鏡啫。OK，我去 Clubhouse 入邊嘅 Clubhouse 啊。我未記話想個 Clubhouse 入邊嘅會阿蕉 ，sorry， 阿蕉，唔通佢有蕉晒，佢有阿龍後係咩？比賽唔是拖會歡迎 Hello， 佢南西講嘅，แล้วก็อ่อนยาว Hello。阿特ใบเชง Hello。你ใบเชง你鬼就是講你鬼名咪做ใบเชง嚟講未打咯，看到咩潮，看到ใบเชงแล้วก็人嘅印尼嘅南西บันดง歡迎บันดงก็有卡丘冇掂我呢不是。哇 special effects 好了喂，這是哇，這是厲害這。哇好了 special effects แล้วก็กุยกอดอ Hello。OK 好啦，大家啦，晒到啲啦 OK 啦，我咪聊陣時啦，我就故意告訴你講嘅事啦，我覺得誒，你小英有冇話過？等陣我就咁樣做過，跟住我琴日 echo 成 OK echo 琴日啦，冇玩嘅，那你對咗堆咯。得啦，你對咗堆咯咗。等我話到對，我到對。John 食榴蓮冇？誒，我這邊有攤食榴蓮好，佢是好數嚟。阿俊，你講阿俊咧就話咪。等陣。都是榴蓮貴冇？我問口啊，看你自己來吹你兩個仔，啷到啲邊領嘅，啷到啲邊領嚟吹你較見咗啫。我發飯冇想加咁硬步。啷到邊領較見嘛？
OK，哎呦死，但係我話小英個出嘅到啲 internet 嘅了。但係我喺 profile 小英時我 go through 我嘅介紹應該了，通過看到我嘅介紹，就看到我無情衫無情褲小英哦。他是就是啊，他呢就是嚇小英記翕掉啊，然後特別去 rewind 到啲看。誒特別好，我唔係翕叫無情衫無情褲小，所以我明講煩惱講我翕掉冇嘅。人哋話翕掉一成日。就男細講嘅咧，我估嘅時候，佢哋話無情衫無情褲，因為小英記拍戲嘛。我根本看有鬼嘅小英啊！對，我本上，然後OK，嗱，就會講啊，怎麼就到我想話主人冇講對。會講了誒。對，我在7號個有小英記個有個，然後helicopter個有個，特別個就 clubhouse 下 ，maybe bandung 叫bandung講者嗬，我冇聽到 bandung 嘅歌數。阿妹。然後bandung講，佢講啦嚇 ，OK，誒特別我俾佢幫到就 OK，你第 start 講我哪聽到bandung 我係你講bandung。你會使講 share 下我聽，你我就你就一個故事啦。你經下我聽講一個你家己經驗過幾個故事嚟講講。OK，即個唔是講幾個故事啦，就是講人刮漏人刮皮嗰度，就啲若是人大先，我人誒查某朋友大先，我人買一個囡仔，我人嚟撈皮啊，咁啊。撈咩？abortion 啊！哦 ，abortion 係撈鐵，有露見啦，露鏡，我有一個朋友，即係我朋友是有某了，就你要一個同事咧，有 problem 個會紅咯，一家庭有 problem 啦，就你就攤互我朋友聽咯，我朋友是大波，就你。istilahnya ya, ia講佢聽，ia故事，ia考中嚟，ia家庭安尼款咯。就是我甲我朋友講咯，你小心，莫小見，會安怎你小是人嘅某，安尼款咯。嗱，我就講伊了，然後我嘛無去插伊了咯，我有見到是講你了嘛，你愛行，你莫行是你代志啦。然後無久聽到講咧。即係查某人甲伊人甲伊，嗱講伊家庭嘅代志，大先我嘅朋友咯，你真有落去咯，落嚟人我真生感情咯，生感情伊查某就大先咯，大先3個月了，就隨伊個朋友講，我係查某朋友大先3個月，即我是愛落驚咯，我咪即個叫我咪係出事咯。就你嘛，你朋友就講咯 OK 咯，我帶你去一個老官咯，等即個老官會在條幫你一個驚咯。安尼看了，老計刮幫了，唔知是安怎即個朋友咧，就出嘴講咯，即個囡仔。對我對就好了咯，就是這個囡仔就忘了啦，等死去了嘛，伊靈魂，伊講嘅囡仔，你對我對就好了咯，等我飼你咯，伊甲伊靈魂講咯，就是我對咯，對，伊可以一個房間，可以佚佗物件，可以衫，可以無呢個是doll，安尼看那個 Barbie 安尼看咯，就是。10年了，我嘅朋友講咯，即個人當今發生代志咯，伊咁處理，伊冇 depression 咯，唔知是安怎變 depression，伊工會未好勢，伊驚本唔是，然後我講阿度，即個巴士有一個代志啊，伊人有浪到嘅咯。我嘛去看咯，講我去你對我去嘅厝好無 ？OK 咯，講咯，我對你咯，我幫忙咯，特別呀，你袂使講買小 offer，我講 offer berharap gitu loh，可能我講berharap，我人是講咩？買小龜頭，買小希望，有去過一厝，我去過一厝，點解我看到有囡仔走啊？囡仔是3歲4歲囡仔走。
你時常看到我走去，哦，我問伊咯，你厝有囡仔3歲囡仔？伊講無啊，我呀第一世仔都12歲了，伊講。 ，Oh 哦 my god， ，OK， 我嘛問伊，我朋友咯，是毋是你飼對咗咯？伊講無，我無飼啊，我物件 ，OK。你有做啥來做無？伊講無，我做嘛有講有負責咧，即個人我人朋友，伊某大聲點聲，會驚刮網了，我甲伊講咯，好了啦，你對我對就好了，連你即個囡仔離婚對伊對咯。哦，即個囡仔離婚對伊對，我講伊個房間嚟打咯。伊講嚟過來，我嘛自己來面咯。OK， 我講我自己房間，我咪互人吵，我愛一個人來規矩。第一少三個字，第一萬半點鐘。哦，就是我甲伊囡仔講咯，講來講去，即個囡仔落班了大漢了，就當佢3、4歲了，伊慘互我聽咯。伊講我一個人叫我大去迄厝誒，伊叫我轉啊，後尾都無互我食。伊本無注意看我，伊講，就是我吵伊會無驚咯，伊講咯，互伊驚到毋三毋四，迄生理做到毋三毋四，伊某本愛做啥？我講你愛安怎？你愛對即個人，到愛我帶你去一個位。伊講若是會，我咪對即個人咯。伊講我你闖去一個位咯，我咪對即個人，因為即個人毋是好人咯。伊講咯，哦，就是OK 咯，講咯，我問伊咯，會使無？伊講你問看伊會幫我無？伊講，我講 OK， 我問伊咯，我問伊了。伊講sebenarnya我較安怎呀？較幫untuk幫這個囡仔，會蝦米說哩？sejak mulai 我飼這個囡仔咧，我生理 OK 啊，伊講啊，我有 omset 咯，伊講咯，我有貪錢咯，gitu。你想個動作一直都有那番語哦。成個都有人番咯。jadi 我講這個囡仔咪地路了咯，也咪做去清楚咯，安怎好？伊講若是會買咯，我講若是你買幫這個囡仔咧。有可能你家庭會較開會當金咯，當金是算啊，你愛你生理賺大類，還是你家庭愛亂，都算啊，你了咯。講來講去講當金無法小事，安怎好？做乜這個囡仔對我去厝，不推我來厝？伊講我無法對你就好了啦。伊講我買咯，你袂使對我講啊。對迄人做對了，到賣路了，咪算路係使幫路咯。你當佢有冇被幫過係嗬？未幫過。呢啲代志是30個月前嘅代志。哦，你介意安怎飼啦？安怎？你教你朋友安怎飼迄個囡仔啦？伊都賣，也是講，這個囡仔咧，你會間你可以鼓勵。那個我嘅囡仔安尼款咯，我朋友做嘛可以一個房間，可以佚佗物件，可以衫安尼款爾，伊無可以牛奶，無可以食安尼款咯，就這個囡仔變歹去啊，就奇怪，可以房間，特別個咪可以牛奶。無可以飼，嗱講，個咯泰國人是講古馬當嘅。古曼當。古曼當又潮潮呀，我不知佢古曼當哈。成個你看咯，一到當今這個人個飼緊這個物件，未好啊，就是伊愛幫，還是伊愛飼喎。你個被，所以那時講我唔รู้啦，那時講你被伊買，那時講被幫啦，你被帶伊個貴囝，早時你就被帶去打落去啊。我幫你帶伊閪咯。所以你會使成日講帶伊，可以去幫聲嚇呐。你若是你伊就要靠另外一個人來學習伊，還是伊會使家己幫聲？免啦，伊愛我人愛幫忙伊，阮都幫聲伊做。伊未使着幫伊家己。所以就要飼伊人幫伊，伊個會走誒。我講一句話，當今天我咪飼你。
你面對我，係講這個話。啊，無伊是想甲伊就調伊那款按掉一磅伊。哦。就我是甲朋友講咯，你小心咯，這個已經是純派了咯。誒，拿來拿派叫我來曬，那些人確讀意見啊。也是做到唔是咯，我講咯，你上嗰個愛卡佢刮定，愛安怎好。哇！記你即係頂啲就你講佢這有到啲 clubhouse 是有講佢聽。唔捌，唔捌，先你講出來啦。你見啦，人都學人講話社會呢，人都無人介意啊，人都學呀。伊聽人講，當然安尼款，你安尼款嘅物件哈，會使講，我人講嘅話，你明白，我明白，煞了。唔是講別人話，又唔是講華納話，又唔是講英文話。對，我知你講咩？伊是想甲你頭腦內面嘅 communicate，你嘅溝通，你免講用字，其實個人當然用話來講嘅，是唔是？你會明白嘅，你成日 telepathically 會明白嘅。對。makanya orang kalau tu kan Holland kuy lah, asik Engkok kuy lah. Ya orang ikong kami你會明白伊 intention， 伊係咪夾了？伊要講嘅物件，特別你家己講亂家己話 ，OK。誒，我上次聽Denmark無來，我Denmark鬼無來。嚇，個Denmark鬼嘅咩？就知唔是一聽講Denmark鬼無來。係啦，maybe 唔知人咗。嚟自รู哇，嗰啲字兩個啊，第一兩個字啦。OK，等陣我俾學，我過去學阿邵英基講嘢，邵英基。誒，個屌邵英基冇聽喎。對。邵英基嚇。Before I 講啦，我想問下我，即係見啦，伊真是。多不多啦？伊喺第幾個月，有成個有 spirit 有靈魂入去。應該是2個月都有靈魂了呀。2個月啊？2個月有靈魂啦，未使夜光了呀。我有一個 experience 啦 ，actually recently 發生嘅 last December 10幾個月時，我嗰時我今年頭查嘅嘛，我到處查嘅嘛，講你。查嘅係咩事？查嘅數就是查特你幾年嘅運氣啊，幾年嘅運動啊。OK。你出人幾年運動，做自控呢時查咯，因為查時同我講哦，伊講出人啦，有白數，真 close，講真白數 within November October 到 December 啦，迄時我擔心幾年，我是驚是我嘅白波咧。So after that。Luckily 是你知是咩事？得December 時我係波就掉到一囡仔咯，掉一囡仔咯。So 我有一暝時啊，我有一暝，伊馬路4禮拜呢，一個月啦，1個月。So 我有一暝拜二暗暝時，我困嘅時啊，我冇得你講有一個 strong 嘅 feeling 哦，我 lost somebody 真正 close with me 嘅。我真正我喊到我車，我啲喊真是喊了嘅。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我有咁嘅 feeling 啊！就喊到啲病會喊啊！我車嚟時我是真係喊到出聲嘅，真辣嘅。So the Saturday 去 check 嘅時，然後啲 doctor 就講隻囡仔冇嘢。So 我係 feel 到伊是like 我講 say goodbye 咯。Oh my god！如果我 feel 到啊，所以我講我 recently 會 feel 到啊，你別見到是。喂，真係 strong feeling 嘅。I see， 成個係咯，所以我問過啊，了伊啊，反一個月了，我唔知想愛拜伊啊，是咪拜伊啊咩啊？安怎 deal with that 咧？ feel 到啦。特別你 still feel 到 something， 成個要到對嚟呢？伊講bye goodbye 啊，咯，伊走啊咯。特別 after that 伊走了，佢都冇 feel 到啦。冇 feel 到啦，佢咪數冇 feel 到，可能是真係走嘅咯。maybe 我唔知，我感覺到就是講一部直直來調到你嘛是，人特別做下面可以
可以平安去㗎，還是因為是講伊無咯來是咯無端來插亂咧，應該是平安走去了是哦。都唔知差無差兩，把到 MCO 係咪變未順？OK，你就使你係使拜，只廟做喺物件使拜。嗯，聽講你是上日是路有信仰了就使拜了，是物件。無關落，無關都先落好啦。少我舊位波都唔制一拜咪拜啊！按照你攏經驗啦，無物件嘛，就所以你是講做成我成日做一個成日講可以平安嘅咧。成日特登7月14時嗰度拜嘛，拜亡靈嘛，拜迄鬼神嘅現仔嘛。就唔制一拜，還是咪拜嘅咯？那是你是冇啲笑嘅，係就準備講。就準備講，就晚辦東講，哈哈啊！等陣呀，辦東未講咩？辦東到底講下先。應該是免拜，tapi若是你愛你這個嘢memang心情嘅，出對去，我會使互你這個suggest 啊，你若是你幫聲咯。幫咩？幫聲幫虎啦，幫蕉啦。tapi lu幫一個蕉一個虎，你講是外家人幫嘅咯，安尼款咯。jadi 伊過去路較順咯。不人講甲我講過，講你做好事咯，了你想了伊咯，你回想了啊。OK， 實際你做好事咧，你燒掉嘅即係功德，你害你嘅見，話你係做 food bank 嘛？哦 ，OK， 做咩？但係你講咩做咩 ？food 啊咩 ？food bank。哦 ，food bank，OK，感謝。但係只 helicopter。特別即係，他們冇講過，你冇講到你只告訴我，這是你話你個妹啫呀。OK， 你告訴。我係告訴啊，我係告訴我後禮拜你見the last week 你見啦，或者即係不是奇怪嘅，只是嘅，是好似我讀冊，即是我讀啲 Cyber Jaya 嘛，另外就係 Cyber Jaya。around 18 to 19 years ago 啊，迄時真正偏僻啊，講迄邊真正有路嘅，真有路嘅，在不家有路嘅，所以我直接去行啦。所以直到我大學嗰邊一個唔知蝦米 building 啊啦，我特登嘅 UFO 嘅，唔過伊是跌，然後一個起來了頂關係一個 UFO，反正唔知九百路我人都唔知做咩嘅。即係可能 building 嘅，所以伊嘅 location 是啲真正有路嘅位嘅，不是 around 不是啲大屋內邊啊，特別是啲正。我唔知是唔是你成個你 conservatory 啊，不係 planetarium 唔係 planetarium 叫做咩啊？可能去看 star 看咩事，還是 weather station 唔是。冇啊，陣啊，是唔是 M 嘟嘟啊，是 Lim 嘟嘟 ？M 嘟嘟，M 嘟嘟嚟，我計講 M 嘟嘟啊，在嘟嘟嘟啊，在。我知，我當啦，啲細部仔嘢我知。你在你 UFO building 哦？嘟嘟嚟幾邊？你在你 UFO building 哦？你是伊是大屋嘅，part of 大屋嘅 building 㗎啦。part of 大屋嘅，嗱你大樓門看到你隻 UFO 有奇怪啊，Google Map 都喺隨便隨掉啊。哦。所以我直到我是阿妹你就是少年嘛，少年就夾住白燈嘅咯，激閃又行過去邊啱嘅位啊，冇落定呢邊。二模咯。二模去行落啦嚇。行，我行一道，我行過是行一路來無啦曬啦，無乜 feeling 啦。然後我行到行過了，我聽到一個有兩個囡仔笑嘅聲，一個查甫嘅，真正細漢嘅，around 5歲可能囡仔，伊人成日佇佚佗嘅。所以我轉來頭去看咯，聽到你看，咁奇怪囡仔，伊嘅聲哦，唔是講很 direct 來嘅，伊是 echo 嘅，所以伊 something like 一啲嘅 building 裏邊喺度。啲囡仔直直笑，一個查甫囡仔直直笑嘅。所以我徛喺邊本久，我徛5分鐘。你徛到聽，伊唔是一刀呢啦，伊唔是聽到嘿嘿，了就無啦。伊 continuously 直直笑嘅。Oh my god！
我徛喺邊5分鐘，嗰一時刺激嘛，本無講驚，咪有地徛落一邊。係幾點嘅？11點啊，11點12點啊。咩冇可能？有啱啊，冇可能見啦，唔過一邊無人去嘅，emo 嘅人嘅去嘅。emo photographer 嘅去。所以你聽到一聲，特別佢唔是 directly 到啲外口成嘅感覺，就係一個是到啲嘢 building 裏面出來。有聲 building 放出來嘅聲，啲 building 裏面佚佗嘅聲 echo 翻出來嘅。哦。所以時本無咩事咯，無咩驚，徛喺邊看，講。你想到是鬼還是？還是你懷疑係咩聲嚟？你無想講是鬼咩？你是 consider 我頭一道有啊，可能 experience 啦，所以我袂曉驚，我袂曉驚，我徛喺邊。你是幾個？即係係咩聲嚟？係咩聲嚟？可能 investigate。after that 我嚟慢慢行走嘅時間係驚，所以我落去門嗰邊樓口一班啲踢球嘛，我門人都聽到見啦笑，人講冇係邊冇聽到，所以只係 experience 刺激嘅奇怪嘅 experience 啦。我是未看到，特別我特到度聽奇怪怪 experience 我可能我同你講就是我細漢嘅時，本是真正奇怪嘅，我教無你們 explain 未到嘅。OK， 我係 helicopter 講是 helicopter。OK 就是我 ex colleague share 好啊啦。你 line 啊，你 line 是邊啲學嘅直接學嘅，你哋 line 就係自己告訴嘅，你 industry。OK， 啦，講。對，佢咧。我特別去，發到我後邊咧學嘅，俾 sponsor 時特別去隨場你公司嘅 sponsor。我講聽你後背啊上巴嚇，然後你 background 是你阿莫管邊啊是一個出白，我哋看到成個白 green 啊，你看到？我是我係舊衣 grey 色。嚇，你莫管就出來成個看到這白面嘅啲票啊。嗱，我係舊衣嘛嚇。OK， 你 background 冇鬼嘅。OK， 我係即係呢一時禮拜九做緊一時senior spa therapist is Balinese is from Bali 來的。So 一來 Malaysia 做工是senior spa therapist and 一本是 trainer for 我人係 new 嘅 junior spa therapist 所以即間查某呢是只 experience 嘅，一般去 Japan 做工2年，香港2年แล้วอีก來 Malaysia 所以到 Malaysia 交往白做工agak 5個6年。Kalau ia visa be renew, so itu betul tu ia main company tu Indonesia, tu Bali yo.แล้วitu tu Bali agak Cinaแล้วitu di Hong Kong 做工 because pandemic แล้วBali 成日本家傳呀嘛，所以頭家就介紹伊一個工到香港嘅位。Tapi แล้ว recently why connect to 伊 because 我看伊actually 伊好像baru 找到新工到Dubai 嘅位，所以我就問伊看咯how are you 你去 Dubai 做工啊？伊講嚇，然後講你唔是到香港做工啊？伊講我做我一年我都買做，我除咗即 Dubai 工我看咩 resign， 你講下邊為小嘅未做嘅，然後我就奇怪，咩事未做呢？你伊講伊就教我講咯，伊講所以伊到巴黎做spa 嘛了，生意無好了business 唔被 sustain 了，伊頭家講未可以人付 salary 啊。If long actually 就把你工都去找啦，and 無辜 from that 伊頭家找到一個工，伊講伊個朋友在香港嘅位是有 partner， 伊朋友是 Indonesia， 伊頭家朋友是 Indonesian 咯，伊有 business partner 香港到香港嘅位做supply Indonesian 嘅foreign made to 香港嘅，所以伊講伊個佢哋頭家你愛找一個local Indonesian 嘅會曉講 Cantonese to 甲伊做工，所以 communicate 甲 owner 甲 communicate 甲 customer and 伊人嘅 mate 都知咯。所以我係即個ex colleague 伊捌到香港做工過呀嘛，所以伊會曉講 quite acceptable Cantonese， 所以伊嘛 OK 咯，伊嘛去咯 ，because 是老本好嘛，到香港咯，伊就去咯。所以伊嘅 job 呢是講伊 job scope 呢是communicator 呢 between customer and the mates and 那款呢。แล้ว做淡薄 paperwork 啦 meet 嘅物件啦，那款咯。所以伊講阿邊嘅 meet 呢
但个这里是 every Sunday 是伊人嘅 off day 嚟。if 你 employer 未在掉好，你 Sunday off day 伊都被 replace 白嚟 weekday 還是白嚟 day， 之禮拜都被自己 off day。所以講every Sunday 伊人個這去 meet up with friends 啦，咪物件咯。所以講 some of 伊人嘅 meet 啦 already 是contract I mean employment contract with the agency 了咧，所以伊人個有 working duration visa 到香港，所以伊人會使家己做 freelance 嘅 meet and 款物嘅。所以講 one day 是你一拄到一個owner I mean 一個potential employer that 風險 on a weekend 時啊，一過意時啊，一塊人一個月 Indonesian 字條嘛，咧伊就講到 English 咯，伊問伊看嚇，伊講 hi can someone speak English？ 了我係朋友就講咯嚇，伊講 yes how can I help you？ 了伊看伊阿你 employer 被 try to 講 English 個講無呢，轉了我朋友就介講到 Cantonese 咯，我係曉講廣東話，你係咪數我大龍？你講嚇，我係叫你人大龍話，我係找一個 mate 我係 mate， 我係一個我係囝爾，伊免叫厝免煮嘅，我有別裡面做嘅，我係一個我係囝，伊嘅 job 是 focus 個我係囝。Tapi 我買去 agency， 我冇講好 agency 做嘢數，然後伊就講咯你愛伊做咗久，用做久嘛做好啊咯 ，up to 伊咯做家己伊買做咯，家己伊 visa 了，伊未個做啊，我嘛找別間咯，然後伊就唔會看，係咪數你買去 agency 呢？講我冇講 agency 嘅 commission 裡面係講OK， 因為我係朋友上愛叫伊去伊 agency 做 ，because 伊人冇有談 commission 嘅，伊人 introduce client。แล้วอีกต้องหมายต้อง if ลูกเป็นยูthat ไอช่วยกันก็อุบิสักลูกต่อรองเกี่ยวอีกว่าโจกันว่าไอหออีจะโหสิโลแล้วอีกมึงเขาลุยหอจะเจอีกว่าก้อง in ringgit สิ around 40,000อีกก้อง in Hong Kong market for average Indonesian เนี่ย made กี่ลี่สิ around 4,000 กุยคอ so 40,000สิ near to 5 times ก็จริงอ่ะโหย offer แล้วอีกตัวก้อง哇！即係好 offer 講 OK， 我 try to 問我朋友話。So of course the moment itself 伊個 the potential client 嘅 contact， แล้ว伊就頭 call 幾個朋友that 找條工嘅。所以一個朋友就講嚇，我愛做，安尼這裡我愛做。所以伊就講嚇，你愛做來，人我把你帶你去找下你client， 所以人就 make appointment 啦。就講。係你 employer 是香港人咯，然後係你愛做咩嘢事 ？Of course Indonesian 咯，就啲人嘅employment 嘅係你了啦，但係人個有會使到香港做工嘅。然後呢度 next weekend 呢度坐一間查某咯，去讀係你employer 咯 ，employer 講 OK 我愛你個位驚了咯，咪咪款你免煮食，免係咪係你我家己會 settle 你免驚，你要緊是個位驚，我會學你特特啲食。好好嘅物件，我係學你買食我煮物件，我本嚟學你去買物件食，冇事嘅嚇。然後伊嘅朋友咪講 OK 啊，我愛做啊，我幫你冇工啊嚇，會使。然後伊個你人個做咩？你而家愛學我20,000咩？安尼之類啊？伊講唔要緊嘅，要緊你愛教我做工，你愛教我教好好呢。但係如果你未在條教我教好，我未學你做啊啦。你要緊愛學曬我教成個就係 Prince 安尼款。伊講嚇，會使啊，家己得伊了嘛，互伊自己應嘅嘛。你伊就 OK 咯，就 start 做工。然後我朋友就 of course 冇 contact 甲伊咯，冇 contact 甲伊啊，搞加自己嘅事哩。係你伊講 around 2 months， and 款樣 2 months 3 months， 係你client call 到對講，你有別嚟咩啊？介紹我個，伊講係咪屬我朋友？我朋友。你買去做工啊！你未做，我甚至未做工。伊講冇伊講伊看白了，伊直直講伊愛轉去印尼啊！我買過機票可以轉去啊咯。OK，然後就見到伊轉嘛轉去咯，我找個 channel 咯。你度 open the offer to another friend which 愛找工，我再也去介紹，我再學伊咯。然後伊就講OK，แล้ว伊朋友 start 做啦，做 another 1 month and 款嘢，伊朋友 call 伊講你捌owner 嗬，你捌隻customer 嗬，安怎
攞就話嘢講，我是頂擺介紹一個一個人嘅朋友去做了，伊咪做了，我一叫我大人找人，我咪找人了咯。伊何線路好嘛？伊何路線路咯？伊何我線路，但係我咪做穩了就，但係我未學安怎走。伊講蝦米線路咪做？伊講你知啊，即個是人無掉嘅。伊叫我個囝啊，你上好是蝦米囝？貴囝。伊嘛講咯囡仔囝咯，用無啊，伊個囝有半行嘅，伊講。你知我感覺是做咩哦？我都要去伊一個 special 嘅程度啊，而家咧 drive a fetus 啊出來啊，介伊都做介伊開伊 rap 開伊嘅布咧啊，介伊chocolate 互伊，介伊講話你見節好，你安怎你愛伊係咪？啊無見節人伊代卡，啊無見節人伊一個，伊講大家你特別介伊攞3點鐘去做，早起一擺 ，after dinner 一擺，แล้วก็ไป幾去困。แล้ว伊講，下啲物件安怎搞路？伊講未咯，我家己 imagine 搞伊咯。伊講我做這間啊，我做個小氣，我買個做了，我未曉走。伊講，因為你伊個頭家嘢，伊個 passport 掉。伊講，哎呦死啊！伊講，if 我走我無 passport，我咪是條掠，我係 illegal 嘅嘛。แล้ว我愛 report 伊人個驚你知 because 伊人 always feel that the honky there are more superior than their rights 就係แล้ว我嘅朋友是做 agency 伊會曉伊人嘅 labor 嘅 rights 嘛伊講 if 你唔係介意做呢個你會使介講唔係做你介拖你 passport 伊唔係學你人去 make 一個 police report 去 embassy make 一個 report แล้ว embassy 會跟嘛搭合作也你嘅 passport hình lu thuộc tiếng gì? Đấy con, lu tỏ lòng trẻ, lu tỏ lòng quá sẽ, so itu cái tiếng như settle trên mình, kalau settle agak 2-3 weeks sau, ale các bộ máy tàu muốn kí advice ale chào bố lấy con, lu tụi ai mai bằng á, thảo thái mai bằng, so cao với muốn bằng léo họ bằng nè, ít cháu nè, ít hàng cháu phun có, cô ta có vài friend ale, cô ta cứ cái gì à? Ai con,你朋友咪搞做工咯，伊袂用嘅啦，伊袂做工啦。你介紹我白嘅，伊時候伊唔知嘛，伊唔知別喺邊要做落伊也工嘅你做。伊講我會使來找你後生，我搞你 discuss 話 actually 你係咪咩？冇你點死啦，我冇搶你。你個咪來我 agency，我個冇談你房你。伊講唔要緊啦，你介紹我啦，我你10情況呢。喲，你一度奇怪，伊講唔要緊，我來找你後生，所以一度去找伊。伊講，你會使教我講，正你買樓啊，你會 job good。伊講 ，why 伊愛唔做 ？because of 伊無蝦米 trust 伊個 friend。伊講，有時伊人啊買做工啦 ，stupid 嘅，都找一個工。對。伊本冇100%相信，伊要佢 investigate 啦。有，你講，你會使學我知，你會工是安怎？所以我when我介紹人，我愛講清楚，伊人甲你做久長，你本歡喜，我本歡喜，伊本歡喜。講OK，伊講嗱，伊特登之特別叫我講出來，好我看你講落去，伊就寫下你物件，你講我包咗一個包到成都，伊成都 special 幫你夾物件啊，伊開來看講，伊開我看時我漸要死去，我教廿二年講，係你 fetus 大嚟看呀，你伊就每看，哈咪輸入會做安尼物件，伊講哈咪輸入會使你有即個物件，伊講 OK，伊講。這裡是我朋友介紹我，伊講佢寫一對來我人嘅生意真好，會好嘅真樣好去。所以我去 Indonesia 寫一個，伊講 Indonesia 嗰一邊，伊講Kalimantan嘅，伊講我去寫一物件對來，特別我特別要學使特別教伊，特別有買物件可以食特別介意。然後我生意班嘅大期我無應介意，所以我特別請人去做這個 role babysit。伊講，了，伊就講咯 ，OK，所以馬路我知了，我會隨 meet that 愛做這物件好路嘅，然後佢講我咪知咯，老實講啊，我去隨好路，我有了我 contact 你 ASAP 行大浪啊，見到冇我冇影，大家知咪改我未做工啊，咁 OK，伊講伊特別，但是擺 make sure 伊出去 from 伊出 safe 咗 ，from there 伊冇 connect 㗎，唔夾對啊。伊人 try to connect 伊人嘅 friend 啊，that 對去 Indonesia 嘅 first meet，
unfortunately 佢哋咩錢要 Oh my god！ 伊人 contact 到伊嘅媽媽，然後伊嘅媽講，伊對人刮白了，伊人老官伊未到伊間了，對人兩個月呢。喲！老官是講伊是按怎講啊？伊是想加stress 嘅病。哦。stress 係來嘅 problem 嚟。伊講伊做工嗰邊受 stress 了，就所以會害到伊嗰款。Oh my god！ So 了伊講。And from there, ilang to start share among ilang bạn you lu chai owner and kwan ah. They found out that actually chính là Hong Kia a businessman businesswoman dùng and kwan witchcraft to help ilang cáiสิ่งนี้ and 伊講這個 owner 嘅厝啊，真係大間嘅，講你看有想啊話，伊講。伊 condo 是成 hotel concept 嘅，反正講真係超嘅，講真係大間嘅。伊講伊 condo 是3千方超嘅，真係大。伊講真係超嘅，講房講是真係超嘅，講。哎呀，啊你bandung，所以伊摘掉。唔知bandung捌聽過bandung你捌聽過呢？成個請你鬼來個歷史，啊，這是多咗咯，唔知。唔知喎，伊講boost in 成理，唔是多咗咯。我人kalau Bandung人講是講tumbal pesugihan。哦，jadi講個咩？tumbal pesugihan。pesugihan。jadi lu ai，即係咩叫是gia人嘅名啊？呀。如果ai做ai好gia，ai成功，就是ai達那十年一擺，還是兩年一擺都愛送嘅名，互伊去食咯。哦呀！你講到伊有教講 about something 想講送嘅名，但係我無咪明白。但你講了，有教講 something 嘅物件，特別 exchange 名係咪？Oh my god！ 但係我無明白。哦，你講下，即係bandung你講下怎？你特別成日講你答。因伊講你要學曬伊，特別你一年內面特別學伊幾刀啊，是兩年特別學伊哇來去推提先嘅，可能貼人名來學伊迄個幾呢？因為我捌到談安尼款嘅人咧，我家己朋友嘅囝，就是伊來過去做工，伊做着工是伊人是好嘅人。來這裡Semarang Jawa Tengah， jadi 伊講是蝦米咧？伊講是無同咯。早起開車，就手就是那講洗車，安尼款就後面伊到了就刮伊個草，伊個 garden 個草做前期安尼款的咯。但係伊個頭家真正飼養伊咯。互伊食好，但是常常買衫互伊。買 handphone 互伊十句八句就講我對你上甲我對我家己嘅囝，就是幾若擺是伊講安尼款咯。你即個厝你會使搞了會使入，就嘛我即間房間你袂使入。就是迄一間房是鎖條條嘅咯。就是若是講也是拜五暝，也是Jumat lagi安尼款啦，人華那咧，伊入這個房間幾暝來房間無出，明仔就早起晚出來進來房間喎。就是伊有 contract 就參這個鬼咯。你愛好嘅會使，但係你一年一擺，還是兩年一擺，你愛送人名號啊。若是你無送，是你驚死，還是無你無死，到尾是你家己本死。有 comfort， 所以是唔是咧？我講佢哋 first mate 是唔是有可能一生？哦，可能啊，有可能。就是未想了，我人提供是講互我人我60歲，但是你飼這個物件呀，你無在地可以食呀，你40歲你死咯，你等個20年，或者你入地獄咯，你去。做嘢工人做嘢爸母做這個鬼嘅爸母咯，20年安尼款咯。所以 in exchange 可以伊愛累咯，伊愛成利咯。係啊，你係咪攞金互你金，
愛累好累。你鬼啦，伊做緊嘅有累，伊係何人嘅坐累，伊係請人嘅坐累。要 actually 但係你講嘅時，我冇愛做，其實特別你但我唔揀咯。呀，那是講。其實我唔會看啦，但是講你人那是講去計一套嘅話嚇，然後一個月賺20千嚟講啊，攞愛做，我上頭上先，我有可能是會做，是講我想到驚是做嘅是唔知，你會成個，會使成小顯啊，成個你變做你想 always 有 connection 噶，tiap hari 就tajik 噶，係死去了嘅，就係 fetus 啊，即頭咧，一般做就 psychologically 唔知做到淡薄少少基本咯，我唔知。成個係都咁多講嘅，你 imagine 你計意啊。你做啦，你做你才自己意，你做你才變成小人意，你才。是啦，你 imagine 你計意，然後你怪小方法，自己講話。意啊，咩物件？即係是阿派 imagine 嘅咧。對，我未去講一個物件個第二個咩有解講，就我哋愛叫多攏隻 passport 有解講。伊講伊捌着 punish 佢，伊講有一日嘅事，你有伊 owner 度出去，然後伊下晡伊無佇，伊到時候伊趁食咗，伊免夾你囡仔伊就伊嘛 relax 咯，伊 handphone 啦咪然後evening 是 owner 轉來嘅事啊，嗬。mà sẽ bằng cái normal này hết luôn, anh cái lại cái ý luôn, nếu có after dinner thì ý ôn nó kỹ lại, lúc cáo lại chỉ bên ngoài bên mũi luôn bị chả, cái gì apple hay mình sử dụng bộ cáo lại nhá ý, cá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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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 ai ya anh cho ý chạy, maybe ý quan CCTV luôn, ý suspect là, but ý小些的 simple 呢啦，ý con but, so ý con em hỏi lúc bộ cái ý, kim bé lúc tụi bé cái做工，ý con anh hay mình tụi bé, mẹ đứa mua tụi bé做咪工，đúng見名都對俾一困搞到上房間。哇！伊教我嘅朋友講，我規名未困，我夠話驚，我直講我你大浪啦，問做人我阿爸我報名我就係搞到伊。咁你問教我做人我見名我答我報名書，一世人我得到搞到伊，但係我搞到伊就掉咧，你問過嚟揾做我見名。伊講見名規名伊未困。繼續講啊。就使，就使。你把佢做一間冇得2萬塊，香港你把你個1萬塊 ringgit，1萬塊 ringgit 把你個裏邊個裏。冇，伊教講是 convert to ringgit 是20,000啦。OK， 4萬塊啦。伊是from Hong Kong dollar。4萬覺得謝咯。一個月只5,000塊美金附近，一個月只5,000塊美金啦，意思是講係哦。嚟，就你啲好隻出自家。係咪加人攞嚟？我都想係咪加做？一啲人，包裝人特人冇肯先到。一啲人嘅錢係直接，特別你睇那家咧，到處鐵頭嘅幾鐵頭呢喎，然後看一啲人就最咁晚俾賺5,000塊美金，一個月20千 ringgit 人起手夾 house 啦。國家呢？特別唔會啊！伊國家呢啦，哇！見到。人類哦！我冇係喎，我頭晚你講嘅時，我有小愛嘅仔哦。特別好，你講嘅後尾變咗一條俾好咧，破面啊時我特別我驚。特別係你覺得頭先你講掉我就知伊是幾驚了誒。講到一半我就知了，20千我知，我教我阿公你聽落去是幾驚來，唔是真嘅囡仔來。我聽就知了，阿家掉了誒，因為香港真係錢可能嘅。掉啊！伊人嘅 going market rate 是5,000最少要係20千咧，有啲奇怪嘅，對冇？迄邊錢囡仔，迄邊講囡仔本就貴啦，特別20千有淡薄 overpay 啦，咁無。係啦，伊 market rate 講是5,000年嘛，4,000年嘛，然後一個 bypass 咧agency。normally 人 bypass agency 係成類，咪是係幾好類嘅啦。common sense 嚟講是冇咩正常嘅物件啦，冇係咪對皮就對啦，對皮啊。OK，特別我甲蘇里去講咧，應該是囡仔私生啦，唔是我。冇 start 到緊嘅 agency， 我哋玩死佢。我咪，OK， 但我不覺得學你幣清嗰樣講話幣清嗰啲哦，OK 困嘅。
咪請你講下你幾個經驗？我也唔知是唔是算講貴，無算貴啦，but it's just like 上下一個 experience， 上 before death 嘅係啦。嚇，再講。Actually happened to my grandfather。係講 quite 幾年啦，但around more than 20 years ago 呢。because my grandfather 是教我人大嘅，so 伊有掉 diabetes， so very quite bad 啦，係咧 until 到俾佢 dialysis 啊，安尼嘅，so at one point 伊本 bedridden 咯，被行路，and everything 嘅啦，本是到俾人 help 做咯，洗身軀啦，係咪啊？then maybe at some point，because that time was still 細漢咯，但係 I think around standard 5呢。but 曉唔驚啦 ，but not really 係咧。So at some point 也是，伊 maybe 快坎坷，或伊上啊差不多在講，伊被顧了，還是係咪？So 伊sometimes 我 mother 啊，或我 father 人家洗身軀嘅時啊，when 伊 bedridden 時，伊有講上啊 not at the 係咧。所在嘅，上會講我飲水啊，佢咪說話會落大雨飲水啊呢 ，but he is actually 大了房間嘅。然後我上我 mother 啊，我反正有啲男主講話啦，佢講飲水啊，同埋講嘅呢，and one time 講嘅呢咯，因為第二個 time 咧個講有人。又講有人咧，我係無啊，個無別人有咧，就是人佢們準備來站我站啊，站我邊啊有一個站。So after a while 啦，佢 pass away 嘅時候 ，when he already pass away 咧時 ，when 在咱等人 pass away 係5節啊、3節、5節安尼嘛，伊係了迄個所在 on that night， 唔知是 first night 還是 second night 嘅時。你係多厝啊？是真大號，伊唔是多厝，伊是 actually 往是多 flat。So flat 阿底有一個巴當，都係上人死啊，人使起一個嚟啊係了呢，嚇對一個病呢，所以有一名是有啲落真正大雨，不真正翻譯個時咧，伊係 only where 伊個車嘅 side 嘅位嘅飲水呢。我人為我本是坐了大上嘅，我係巴當啊，係 feel 嘅位嘅啦，我人為是唔是講。totally 打啦，but 有水淡嘅，好炒條水嘅是淡淡嘅咧嘛。but 伊個曬淹出來是到底刮茶but 伊個曬是淹嘅喎，所以成日講講 before pass away 嘅時候，伊講係咧，然後但當我 father 看到係咧，係咪是樣個起成去掘一個做一個成一個 way，所以伊個水流走安尼咯，係流走安尼咯。Then also 然後 after 過一個節啦，何時候咧，咪是俾佢伊個觀察去大嘅，伊是大嘅，伊唔是小嘅，伊是大嘅。所以我是起山嘅，我係講是係到山頂面嘅。所以有掘係個所在都係伊是上啊 in a way that 伊係伊是上啊有一個井，有陣時有一個井 next to 伊係個坑，就上啊。就講啊，插亂掉，鸳鸯愛下係個觀察落去嘅，所以有陣時有一個囡仔囝啥物去浸係個浸。所以嗰時候講咪嚟浸浸，咪嚟浸浸，唔係講咪嚟浸浸是咪插亂，咪浸。So what he say before it see 嘅時 actually happen when it see 係係。So然後also yang 往 that time 嘅時候是念經，有請係個那麼老啊是係個係咪來念嘅嘛？因為有一餅嘅香茶係了到係個觀察嗰邊嘅位嘅。When I before I had 伊個 earth 冚伊個觀察嘅時啦，我人擺啊，咱家有一餅香伊嘛茶了到嗰邊哦。所以係個人念經啊，有啥香水啊呢嘛？這是我自己本身有看到嘅啦，我看到係個 I don't know whether is it 係個 because of 係個水掉到伊個香係一部嘅香，還是係咪？伊個係個一部嘅香吼，伊成個 melt 啊呢 ，melt 啦吼，變成個一粒花呢。
แล้ว嗰日是yang sangat嗰日做 everything yang係你念經人嘛有家人成 family member 講話咯。成日 maybe 講係咩嘢？佢講有但係有人有看到哦，係你香變安呢 ？It's like 伊成日變成日講一個 lotus flower 啊，成日講係你是好樹啊，意思講伊 at peace 啦。伊成日伊過平安過去嗰邊，另外一個世界呢。但係當然是我 sister only around 3歲安尼呢。所以伊成日人講usually 囡仔會看到唔驚嘅嘛，嗰時人無係咪會曉講話，哦無係咪會曉係你係咪嘛？因為我 grandfather 係了 the 5 days 嘅時候，伊會同人講那阿公徛迄邊阿公徛 behind the tree 啦。伊嗰日係看到伊嚇啦。something 安尼哦。有陣時都驚，曉得是。因為都是自己講，唔知嚇 maybe 咯 ，maybe is because of 自己講，所以聽本成快係你啦，成 surprise 啦，但唔是講驚吧，成有影會奇怪啦，可能啦。我有物件愛問啊，你講伊噴水咧香，了伊香搖了變化去啊，你會使 explain 家己條伊安怎成個做變化去？我未 imagine 到一個。process. On the time when 我看到係你係一部伊是 ash 啊，伊香菇。伊唔是 ash， 伊是香，就香啦，一部嘅香，但當把人把人講啊，你係條規部變，你翹，咁啦，一人三支啊，你係做你伊是係 flat 係條白頭殼還是？無，伊是係到插落去係你耳肺。OK。你插落去嘛念經咯，所以我看到係你唔夾生啊，變。伊啥 literally 啥when 香燒嘅時候 ，usually 伊人嘛成個 soft 咗，誒嘛成歪去 round 去安尼。哦，即係 QQ 然後呢伊。但伊生有一個 formation 咧，伊生有啲變成啊。哦，即係嗰個 symmetrical 啊，真正，所以 on the time 我看到嘅時咧，我是講哦，伊噴了水嘛 ，maybe 伊水做伊。安尼去做樣嘅，but after that the 係你人 explain 講是 is like 一個係你啦。好多寫嚟 sign 喺度看咧。OK， 明白啊 ，thank you。OK。感謝。誒，我俾下7號講嘢故事嘅故事個7號呢個第個。Hello， 7號，來，你講你告訴我。OK， 這是只故事啦。你人知有一間，我唔係講伊名啦，一個 brand 啦嚇，一個出名嘅正機 brand 啦。然後佢哋正機 brand 嘅 mention 咧是大。你對面 hotel 一種。我知了。嚇，你真係好啦。我都琴期咧嚇。對面 hotel 嚇。你有個一間 church 喺對邊啊？唔是另外一個 mention， 特別是加我愛打邊嘅。開條過嘛？係你 mention？哦，開條喺邊啊？是有條銀行嘅。條西條邊啊？睇到這邊嘅。嘟咧。是唔是我 from 6就得？條西特別有線嘅名叫 Geography。我你黃色，我黃色，冇我黃色。誒上啦，唔會上哦。MBS 上啦，上。哦，你個是 MBS 啊，你？對，我係黃色 MBS。哦，我唔知喎，我唔記得。Geography。Continue。Geography。OK， 了。OK， 這裡 actually 有 separate incident 咯。OK。我自己嘅本身嘅經驗是講，我有自己教我嘅 girlfriend 去嗰邊食物件啦，Apple 嗰邊 order 食物件，因為半島邊嘅嘛，伊 actually 有卡個樓頂嘅嘛，然後真係奇怪，嗰陣時我唔知做咩事，伊人無予我去樓頂咗 ，because
啲濟人咧講嚟亂，了 normally 咧濟人是去樓頂 because 家靜，你講話是聽到嘛？แล้ว做嚟水啊，咪可能去樓頂又冇法咯，咪借樓卡咯 ，order 了借樓卡了講人講話多聲，聽唔到，了真亂。แล้ว after 食了時咧，我嚟去洗手，特別咧，喺你洗手盆嘅所在㗎，喺你 toilet 咧，嗰一間爾，我未見過啊，見特別真正冇 convenient 啦，because 我咪明燈啊嘛，結掉咗，所以แล้ว我話看邊有一樓梯去樓頂啦嘛，咁咪講。common sense 咪走去樓頂啊，唔係等嘅啦。特別咧，會 staff 我學人哋會 staff 開始 observe 我去樓頂咗。然後我感覺我未大招，我未去樓頂。我去樓頂就是係去喺你多兩年嘛，唔是係去做咩？基本你都冇 close 喺你樓梯喎。The problem is you did not close it the pathway 咗。所以我去個樓頂嘅時咧。我感覺怪啊 ，because 伊個地我成個 before 你起樓頂嘅時，你紅，你感覺 humid， 你感覺成個 aircon 嘅一種嘅冷氣嘅 environment， 特別起個樓頂了，感覺到真正個人感覺真係冇爽啊。哦，成個翕了真即成個講起樓頂哦，你 breath 啊，成個 stuck 掉咁啊。但冇咩窗開是，冇咩窗開。啊，成個一種嘅，按照講，你會感覺到你 air flow 冇咩好。去樓頂嘅時候，然後去樓頂嘅時候，你會 face 到，伊個 directly 去，伊是都是伊個 basin 甲會倒得了嘅，一類爾。特別怪是講樓頂哦，伊個 setting 啊，伊個迄個伊 tables 甲伊 chairs 甲了是伊成個砍掉，成個。冇 set up for business 安尼款啦。kalau 成個喺你 chair kalau 大 table 樓頂嗰陣燒掉，你冇人，咁冇開，你好嘛走去喺你toilet邊咯，toilet邊我實門嘅時候，總之數有一種嘅力哦，伊是空殼開了就起哦，一開門是真大聲，砰一聲咁就。我唔知做咩事，甚至 structure 問題，特別我感覺是講嗰邊嘅 environment， 嗰邊感覺是講真冇爽就掉啦，個人流汗啊 ，imagine 個你到下底，baru 個零去嘅樓頂一下流汗。After that 就是到咗裏邊是暗陰款啦，特別是冇人嘅數嘛，所以我去洗手。一間啦，一隻人一家己 individual 一間嘅，我未記啊。伊 actually 家姐是講，伊成個人出來在經嘅，可能一間一起啊用，還是伊是成個 public 嘅為幾多間那邊咧？一類呢，你一起啊，the first thing is this basin 嘅係你 urinal，OK， 啊 urinal 到裏邊到一個站板嘅款咯，你我感覺怪怪啊，伊妹唔知做咩事，成個按你講啊，空殼開空殼冚，然後出去啊哦。洗手啊，咁樣走。然後 after that， after that 時我一個河南朋友，頂到不是多邊做工過，伊甲我講，下邊咧有兩個 incident。First incident 咧就是我伊啦，一個 NJA 啦，甲伊個朋友 NJB 吼，半暝三更時3點幾早起吼。到去下邊食物件。哦，伊 24 hours 嘅嚇，伊會記。24 hours 嘅，伊有 drive through 本嘅。所以樣半暝三更，然後去成日去 loiter around 啦，去行，然後半暝三更，我唔記得什麼去下邊咯。一到好，伊人佢走去樓頂咯，樓頂是冇人嘅咯。樓頂嘅時咧，伊 AB 啊，拍殼，然後到邊伊 game 啫，然後伊人有食物件啦。After that， 是從喺你 NJA 咧走去喺你站板啦，但係我去站板嘅所在，走就去啊。然後喺 NJB 哦，紅險感覺到哦，到另外一邊喺你 restaurant 咧，喺你table 入邊一聽到聲咗，一聽到聲啊，
成個有人咧，我特別咧有物件，成個 touch the table 啊，成個有物件帶落 table 我白嚟看嘅。特別伊感覺到，即看緊了，喺啲所在唔是講只大嘅嘛，我直到我目睭直到掃只看到規個所在，特別無人，啲孩子驚咯。因隻走出來時哦，你看到因隻面青起咯，你就知。你講對皮，咁樣嘢拿包面嘅，然後走，做咩事咧？走丟對厝啦，個做咩？落嚟走。The third incident 是講，都好下你 NJB 讓我一個朋友定得本是多邊做工過嘅，伊是先多邊做 part time 啦，做 part time 嘅時，伊人唔知嘛，樓頂是係咪數？然後係你有時到伊嘛是多邊做咯，做工捡物件、三把了捡，了 after that as same thing 啦，伊係去到啦。第到啦，個仔一到，個仔有人 occupy 啊，個未去入邊啊嘛，咪去樓頂咯。因為去樓頂嘅時，另外一個 staff 嗰啲不是看了伊嚟講，不是想啊，我去樓頂嘅時人看了我，我頂咗，嚟講，這裡 staff 嘅了啊，古怪怪呢。แล้วอะไร staff เลยอี朋友咧就ขี่เราติ้งผมเดินจุมิกุยอีขี่จำบันจิบขี่เจโลปังแล้วซ้ายอ่ะปังซ้ายสิอี enjoy สิเหรอ同樣มี感覺到เราติ้ง係你視力我做嚟做見一種嘅暗嘅 image 咯image เหรออีกุลีหลัง嘅冇幾長咧講唔該看เราติ้ง啲咧嚇掉，特別伊無法咧，咪講放曬咯，個無影啊，去看樓頂只一看到一個影黃色，目睭紅紅嘅。Yo shit！ 所以就是從，伊是佢哋人哦，佢哋人成啊 stun 去啊，佢人未做物件啊，了後尾，我唔知要寫卡做啥物哦，走出去啊！直到走出去，就是 after that 我唔知係咪告訴咗啦。特別咧，伊人講咧，頂到係你 mention 咧，伊人就有一個告訴咗嘅，下邊嘅 staff 咧，把道路人去入邊嘅嗬，第好是你 try to observe 看伊人有看了路，特別當機我唔知紅水按多了啦，奇怪嘅 ，because 伊人所在你做緊你水嘅樓頂做咩事咯？咪可能去樓頂 ，that's a problem。我俾梅朗較老嘅人嗬。阿龍嗰條阿龍，阿是做西有可能在做西冇講就老啦，是講等陣 Alice， 我俾梅 disclaimer 我買出聲啊，我俾 Alice 啊，你嘅手又高啊，咪坐你起來坐未起啊 ，Alice 掉啊，到啲 clubhouse 你使出一個房，佢接嚟就對，一個起手佢就打往應該是坐你起來，當時 clubhouse 坐未起嘅ਹਨ，那是講你是你係咪先啊？蹦一聲。我講到位咪下次我就不我俾梅朗你人知唔知特麼伊講合併嘅啦？佢一間正機店，是唔是頂到嘅時，伊有捌做過？較早 before 伊做去是兩邊 ，before 伊做咧正機店嘅時候，伊是唔是有白帶？然後伊是叫做唔知我唔係講嘅名啦，伊是一個 colour 嘅bamboo 嘅色嘅名，攞隻青色嘅字啊！我未記意思係特別我知講伊名係咩名啦，林門啊，我就講嘅名，我就係唔是上一間 building？ 是咩？一間是唔是自助？林門啊，食嘅係間是啲 bloody goose 嘛？不，唔是，伊到啲 bloody goose 叫做紫藤，一間是叫做自助。你講名哎呀死！冇啦 ，maybe 冇啦，你 maybe 冇啦，當然都冇啦嘛 ，maybe 變做 because 我不做，我做乜事我唔會係因為我就我一記，還是一時上一間 building 啦，一時是唔是 bungalow 嚟，老厝 bungalow 嚟。下邊有幾嗱間 bungalow 就，然後一邊變做銀行而了，銀行誒幾間，然後一間 office 做成個唔知 architect 還是做你renovation 呢？我知呢，我去過就是就我人
阿舅咪應該知嘛，我大部喺邊做戲過。我就係講到嘢，咱古仔咱做戲點先？上幾邊念嗲，你講得對。所以老丁咯，唔是，應該唔是，冇上經啊。你咱念嗲所在咧，應該是邊係未好嘅。我未記，特別是種意思，我喺你 area 度掉啦，是唔是喺住經住正機會，是唔是黑冰冰？我想嗰時上住經嚟。你頂到時我開車過是，意思我實講我係你喺邊嘅嘛 ，State Mall 入邊嘅唔是對，是唔是？冇啦 ，State Mall 我再就換咗咯，即係是我係答你所在嘅咋。冇對，我 State Mall 對。哦 ，that means 我講嘅可能是，因為我係叫我過嘅時候，我看到你未正機電話，我佢叫我教阿媽講，第叫我頂到我就唔嚟正做戲嘅。哦，我哋記錯所在，我就諗講到路有。你變成 free school 對面邊，阿邊我仔啦。嚇，嘟 CA 你咋？嘟 CA。嚇，對，對。你冇講嘟啦。嘟，呢個真係仔咯。所以我唔知是上一件我啦，就我想唔知上是一件哦。因為伊下邊我冇去，我到底做戲過啊！我特別去樓頂嘅位，樓頂是空空嘅，我人在戲劇。嗰時喺你cap 邊領 consumer association 邊領喺邊位？maybe 冇上鏡，特別我隔壁鏡啦 ，maybe 係你寶寶係你自主唔是到啲邊。Anyway，OK so 你幫曬，我唔贊裝啊，特別我是幫曬啷咁樣四個圈，I think 我是咁樣，特別別講咯，我是佢就故意是其實講是你 reflect 是應該是物件咯，即時我是冇驚啦，那是即時。即時係咪我本想嘅？因為我個幾把經驗過驚物件好，唔是驚啦，我講古嘢經驗是即時嘛，所以一個即時係咪我感覺冇咩清差。是講 maybe 阿明冇咪看到明嘅時間感覺較驚。阿龍個被困過好了，等我看一件咩歌數梗係響。因為俾看 Clubhouse 上面嗰個出人，咪講 Clubhouse 上面嘅。嚟我大陸講嚟。嚟卡超嚟。我講嘅是我去馬交咯，我去馬交旅行嘅時候。我到去因為我 check in 嘅時差唔多是5點幾啊咯，然後我就教我嘅 roommate 啊，我 roommate 伊就因為我即期嘅房間吼，伊是真正怪，就是咱嘅門是直嘅嘛，成講伊是沙士啊，伊嘅沙士침入去的啦，一邊跳絲，所以我講即咩房間咧特別咧，幾擺面可能我嘅房間침入去，所以我就入去咯，然後我 roommate 就開門，伊就講。講安尼個哩暗暗嘅，講要臭味，我講你咪人講話咯，我講，然後馬古我人就昨下啊就出去啊咯，然後我人對到房間差唔多是9點幾啊 ，OK， 然後就 ready 愛困啊咯，然後 ready 愛困嘅時就我就表到無對片啊，因為我係垃圾掉，成個哩啊，我無出聲啦，然後我嘅 roommate 就講，我感覺。真有臭味啊！我講你有味道？我有味道，然後我不有垃圾了嘅。你咪講嘅。伊就我咪講，因為我係垃圾物件，你冇幾層嘅嘛。然後一看到吹嘴，我直邊轉，我隔壁，我講你轉咩？伊講我感覺唔對啦。我講無事，然後就去我 bed 咯。我係雷伯有紅功夫嘛，我寄互伊見咯。我講我雷伯入有紅功夫，然後我一寄我 bed 爾，我起個夜 bed，我就 feel 到有啥一個 end 啦，佇 toilet 位，佇 toilet 安尼吸過，伊是一個 end 了，聲吸過，然後我就end 還是 bad end？ bad end。然後就無出聲咯，我點咯，因為我係 roommate 直條轉啊嘛，我就無出聲。咁馬古房間入去就熱鬧咯，然後但是佢開冚嘅咯，你就講咯，我講無啦，我講但是學長嘅咁夜電安尼咯，我講買詞語咯，伊講唔是，我講你看到未？伊講無咯，垃圾我看到啊，伊一講爾吼，伊一講爾。
我到拉萨我名称点落去，因为我是双人，I mean double bed 嘛。我到拉萨我边也是有人陪来整落去。然後我到愛山，把我被叮當嗰陣，因為我身軀誒，我坐起來把我腳被move啊，被move。然後我隔壁啊，我邊啊，你度轉，咩事啊？然後我被講話。我被講話啦，我特別你坐了起來啊，你 sit up 啦，你坐起來吧，我特別你腳被叮當，我腳被叮當，然後我被講話，係咪咯？然後 after that 我就直直心念咯，我講我咪查人話，然後 after that 我差唔多個 few minutes 啦，我 OK 啊咋，然後我就教我 friend 講行我講落去 reception 咯，落 reception 我就。情調我諗情調困晒啦 ，OK 啦，到情 bra 面 OK， 我自頭錄完，我講我諗俾我房間，伊講 today's fully book 啊，我講解了啦呢，按照好我未坐4點幾，我冇傾坐啲 reception 好，直條係你回埋了，我就款我個隻 friend 咯。我講我係起來你房間 ，because 我個隻 roommate 冇來，我係 friend 嘅個隻 roommate 冇來，我就就講要空位咯。伊講4點幾啊，弄到你查某起來大埔嘅房間嘛是無好。我講別使講，我講你同我起來休息先，所以我就起休息咯。起休息啊，我天光7點會 check up 嘛，所以我6點幾時時要落去房間，叫我人攔幾下咯。所以我到6點半我就。4點幾個困，本冇咩困啦，5點幾都困合一下咯。然後6點半就對房間咯，吸面咯。然後吸面我被長 A 嘛，我長 A 我頭我係困衫阿妹嗬，有一個下隻，我係白隻真正疼。我甲我 friend 講我腳隻真正疼，我 friend 講你腳隻烏青。然後我 T-shirt 阿妹有一個下隻咯，三角形嘅，就是啥人嘅鞋曉吧，伊是種錯呀。所以我得較舊嘅 heel 係你是講嚇對，較舊嘅 heel 咯對，所以我就我就規個 trip 人個了就我 happen 啊吧，我講我咪講我講無咪啦，我講是你房間困了無咪爽安尼，了個無通我房間，咪去講伊咯，比較講個地平嘛，所以我得到人都知影一大店嘅人咯，on 都 travel 人佢都寄報嘛，就是這是講我房間。我講咱離開正甲講了，人個啲飛機條到門啊嘛講咯。แล้วafter 我對啊，我 friend 都發燒3日，我 roommate 發燒3日，แล้ว我對啊，我 T-shirt 點樣搞？你係咪點㗎？我 T-shirt 我點樣搞？我買 stay 伊啊，因為伊喺你食。真係明顯我後尾問到佢，你下次安尼大你，我講媽咪咪講啊，我講我係點樣夾到實。所以伊到底你嘅衫，像垃圾咁咧，過到啲衫誒，伊唔是應該是塌我未出嚟是塌我，所以我夾只真疼，物膠啊，特別你掉嘅時，你有成個你特別你後尾夾只有學青咧。我是伫我 friend 嘅位落來房間吸物時，我甲垃圾我夾只真疼。我想講，人有幾暝無困啊，就了個困喺你位高位嗰邊，就有個疼無係咪啊？對我換衫，我 friend 講，你夾只烏青。所以有烏青啦，特別你烏青有啲興奮咯，成個你有係你興對。Exactly， 打我提出嚟想。My God！所以我就OK 咯，這是我安尼坐 trip 啊，第一個哩。其實講開 hotel，因為對馬交表見你去逛嘅。一啲 city or dream I mean dream real hotel。安尼紅友明顯啊，伊別來參論人啊，馬來西亞唔知冇 passport 啦 ，OK 啦。我不要聽我講話，別緊，特啲講冇。好啦，可能50年後甲聽到咧，即係故事，所以來吹啦人咧。就是安尼咯，這是一個其中一個咯，我估真濟，甲咱學掉誒。講一個。我一個是啲上海嘅，上海是安尼 ，because 我是早自己去，因為我人搬幾那裡 group 嘛，所以我就 first group 去咯。
So first group 其實是頭一日咧是我一人佇咧房間啊，然後 the second day 我係 roommate 過來，所以我就過去住了。因為我真晏甲一房間 check in 11點幾啊，所以真大個啦，因為我 whole day transit 去新加坡了，個過去上海嘛。然後我一到去嘅時候，我長夜啊，我就真大，我就困喺面前，了伊是single bed，攞嚟single bed。然後凊彩揀一個邊，我就去困咯。所以我倒落去嘅時候，我真大嘅時候，我 feel 到，我對面面前時候有人直直看到我。然後我開目睭，硬是看到目，我看目睭的，因為我驚嘛，我真正驚。然後我心直直念啊，講 actually 咧，我是來幾日，我來 travel。我唔是有時買甲走路，講所以你互我困開那一啦吼，互我好好誒過一個 trip 咯，安尼咯講。我講若是有影有砸到你，有講歹勢啊，講我人講華語啦，嗰是上海嘛，所以我嗰邊我困誒時我都唔敢向喺你面前啊，我都向門口白個你哦，向喺你近啊。然後近我就頭先死就是背過咧 ，because 我喺你個燈啊，直直壓者，because 並未我其實是冷天嘛，所以我無開愛講咧，比較真冷嘛，佢暫時是差唔多是13、12度，然後攰咩就死啦，愛困咪困，我搞講，唔緊啊，我真大一百，我對啦嚟去我無冚咯，了我冚4回咯，或 hopefully 啦，我困架繼續早起。無咪啦，無咪事發生。但我就係講，伊是甲我上房間咯 ，OK。是喺上海。我個人講啊，你在聽到我幾日到我講句，我唔捌成日講唔捌經驗過人看，像人特別講，我感覺就是人看我看到你啊，還是邊個人把就尾那邊有想感覺到一個人徛到看你，我甲你講句，我唔捌有那經驗來叫。我成日就少講，感覺就講，我唔知啷講嚇，我唔知講啷安怎看，我唔知佢嘅意思係咩。你講一擺呢啦，你一擺你看到啥個？多費事嘅啥？雷動啊，當樹嚇嚇，當樹嘅阿妹嚇，我 OK，所以我唔知咩事啦，我 since 我對佢 pandemic， 我對佢兩禮拜啊嘛。我點rasa 到物件人看我喺度讀經，我無驚啦。老實講，我無驚，我是想講，因為一時呢，我會感覺就想講，想講有一個影到底下邊變過去看是都無去，還是變過去看是一個想講，真是物件。所以我是想講我 imagination 啊，特別我聽到唔捌有呢 feeling 過咋，until 我一到到對去差唔多，我對兩禮拜啫嘛。我差唔多已經 experience 就未必一個5刀6刀嘅可能。因為我非常貴啦。因為可 pandemic 因為估冇看到人啊嘛，你都當然冇看到咯。掉本就掉。唔要緊嘅，你是 celebrity 啊嘛，可能看明星，可能看唔要緊嘅嘛。我俾佢簽名可以啊。俾佢簽名。簽名啦。嗰一個 word 係人們愛做你 fans 嘛。我樣就是俾聽嘛，俾聽幾個數，同你講，樣就跟聽誒。伊來實咯。係咪小英？係咪小英？就是講小英。小英就 delete 啊背。我就 delete 咩？我唔 post 時咧，佢哋我 post 伊個 thumbnail 就丟喺 YouTube 嘅 thumbnail。你下邊幫拿 server 先啦。你行上咯。delete 啊？嚇咩嘅？你講咩？阿蕉？你放棄？哦，你叫我 delete 啊？唔使講，你都放棄款呢邊啊 ？iCloud 阿榮啊，特別我係 iCloud，我係想應該。我唔記得破窗，但係講我都學掉，講破。誒，安怎冇聲氣？你冇聲氣。另外面層呢個特到我對你係物件，我邊係幫坑冇物件。你對係你垃圾係 whatever 好，係對面層會後來再講，你個 occupy。哦，要幾時？要幾多做工嘅時候，當時後路，還是唔係講做工嗰陣時，其實一部班嘅時候，後路攞嚟名稱嘅班啊，是唔是？老實講，
像我特擺去做工嘅 business trip，特別伊學你攞嚟嚟，攞嚟 Queen Vic 嘅嘛，即係我們呢個 US。對。我成日招放嚟嘅喎。我特別是我要穿嘅衫，我媽仔要穿嘅衫，我就係特別合併。你話係 luggage 係咪？都係 luggage 啊，係面好多人 can carry， 所以你盲係崩坑。because 有陣時咱困咧，咱心理作用，咱係下段嗰時，佢就坑。OK， 亂想。等陣，我過一個等陣，我錄起來人咧，小有物件講個小誒，個好。小誒有物件講。小錄幾個詞講哦，小誒。有啊。來。講。我講，這裡是我朋友啦，我朋友誒，有一年伊boss是沙拉越人來啦，所以對伊個人過新疆咯，所以一家口嘛對伊沙拉越個人過新疆咯，所以伊去嗰個上暗嗰邊新疆時去嗰邊拜拜啦，拜拜了，嗰個會上可以一個屬啊，咩屬啊，可以白咯，來新疆啦，可以規家口樣白，所以白了伊囝阿妹對厝第細漢嘅查某囝對厝啊，直喊哦，直講。哦，買白話，直好，讓聲伊下晡佚佗太濟啊，寒邊啊，所以嘛無插伊咯。所以幾工都是暗暝對阿番呢個喎，直會好會阿咪啊，所以轉過來 KL 啦，迄陣嗰是新疆嘛，所以伊問伊爸咯，伊爸嘛講哦，你條 KL 買七色花，互你囝長水看覓啦，看安怎啦。所以嘛問我會知影我有拜神有念經嘅嘛，所以嘛問我都邊有肯別七色花，我講啊 KL 啊，我講我唔知哦，所以講伊驚敢若是有淡薄物件，所以嘛甲我講咯，所以因為新疆嘅時個袂使無人開跳動嘛，嗰跳動嘅問人講嘅個無嘛，所以嘛無肯去問哦，所以伊驚都是安款哦，特暗暝就會好咧安款嘅哦。所以前擺伊知影我會曉念經，我嘛過去嗰陣念哦，我講個念嗰個地藏經啊，地藏經是真長嘅，所以本有3個8嘅嘛，所以嘛講頭一間我講你念一個8聲啊，我因為我講無按這時間，愛點半鐘間個念了咯，所以念了講回鄉就是敢若 transfer merit 互伊囝嘅成父嘅嗰個蝦米啦。所以嘛念了，嗰個暗暝真係是無來哦，無好哦，所以某嘛隨家帶咯。伊講伊會驚直直講有哥哥甲教伊，所以伊某嘛講嗰個哥哥應該今日 on leave 啊，無來哦。伊講，咪在第2天我無去，真係嗰隻來哦，暗暝就直好，伊講買白話，所以嗰第3天我有去咯，該念了我人去啉茶咯，1點幾啊，我人去啉茶半暝啊，所以伊某就拍電話來講哦，來啊，伊講我朋友應該我嗰時我都唔捌拄着迄個代誌哦，伊講無你來研究看覓看是亂怎解看伊阿咪條件啦，看你是毋是愛做超度啊，是愛阿咪物件啦，愛念經啦，所以我人嘛。我講我真驚本迄陣，我講我唔捌拄過迄個代誌哦，往條橋伊講驚看是啥物物件來，所以我嘛甲伊坐車去哦，到甲伊厝，伊驚有困落去哦，甲伊無煙啊，無通拄着面啊，特別所以伊直直講有哥哥，所以一工伊因為規家口都困喺一間房間嘛，所以一間我朋友都是隨賤咯，隨家帶問伊查某囝，哥哥有佇哦。你有看到哥哥伊到底啊？所以查某囝記了伊阿妹咗，記了我朋友嘅阿妹。伊講哥哥是條嘅阿妹，我朋友驚甲唔敢看阿妹咯。所以過了唔知吹狗啊，人家去問人講咯，問人講真嘅是有一個囡仔地了伊查某囝啦，因為講伊查某囝係較 sensitive 啦，伊講伊會惹到這種嘅物件啦，所以講是條地溪嗰邊拖斷嘅，伊地溪嗰邊也是嗰邊拖斷嘅，所以講有一個，伊講伊嘅厝都是暗嘅厝，你厝個了
规个火甲圆圆啊，反无够开，伊讲，所以讲真济啊，嗰个物件啊，经过啊，你厝敢若把锁啊，伊讲就接去内边停者，所以你厝都是真济个，所以讲你第好咧是换较贵个嗰个火，甲按一个火，甲按关音落去啦，讲，所以如伊查某囝较大汉了，就无安尼代志啦。特别伊也是去嗰种诶客栈有 hotel 有啥物啊，有垃圾诶啊，伊就会晓了伊样就会知啊，就是讲伊样就喺换房间啊，伊袂使去嗰种私人啊，也是异性馆嗰种诶地方，伊袂使去，伊去对啥物叫啊？有一工伊对我home town嗰边看到嗰个新诶梦啦。去甲真水啊！按一句名讲，按水诶问爸爸物件来，转去伊就来啊，伊就好了。所以讲，伊袂使去嗰个email 地方啦。特别伊钓是伊好是伊是伊困诶时啊好，还是伊看到物件啦惊好？你哋困伊哋讲，哥哥咪做啊，哥哥哋叫哥哥，因为迄阵细汉就5-6岁嘛，所以。我朋友成日是講嘢大驚嚟講，是唔是即係哥哥？伊講唔是，講另外一個哥哥，伊就嚇掉咯，就特別是知影有垃圾物件啦，所以伊隨正講，哥哥有啲咯，伊問記阿妹啊，講就我朋友嘅阿妹嚟講，我驚嘅人佢嘅口又唔加困咗一下啦，咁啦困咗一下，咁啦唔加冇可以家己困，嗰陣時可以家己困嘅啦。特別我使拍廣告這邊，我人禮拜我人喺 Facebook 你使去我部發現看我 Facebook 有講幾個數本啊 live 嘅。Facebook live 啊，冇用福建話講嘅。我人有講福話啦，冇用福建話啦，講福話華語啊。到啲 Facebook 有興趣嘅使我係就 UBTV 啦，我係一個 page 你使去有興趣啦，使去 like 我嘅 page 我係講幾個叫做咩 UBTV。我部發內邊有，我係叫人去看相嘅都是有啦。沙家，可能傾偈。看到啊 UBFBYOBBY.TV。我係特禮拜應該講就冇幾個數，咁有興趣嘅咧，我係使請人去，有興趣嘅使 private message 我係使請人去 sharing 幾個數可能，應該我人也是特相關一個人啊。應該人看了線咯，冇想人冇想。你會請我隻冇想嘅嘉賓咧？你會學我特別彈金聲咧，我彈金聲。會使，我頭幾講會使冇問題。冇啦，講錯。了會使啊！我看當到 YouTube 嘅咯，看到啲 profile 我開隻小鏡隻小嘅小嘅 profile。紅光鏡啦，我唔是小鏡。對，你名咩嚇？紅海里對。紅海里又是紅光鏡啦。紅海里 OK。紅海里我冇咩會記紅光鏡我會記。紅海你咪叫紅光鏡會使啦，伊是紅光嘅鏡係嘛真嘅嘛。紅海里 OK。林毅教室主持人，你寫？對。我是主持人啊，我係請人去講故事啊，可能。明白。OK，啦，再去支持者 YOBBYD.TV。特別我哋做緊7月半啊，人擺路邊，特別無你 MCO 邊啦，咁人擺路邊啊，係咪我係使我都去翕啦，咁講做咩所謂笑之類。做咩所謂笑之類啊？做咩所謂安排啊？你啱啊！你邊嘅廣告拍到就啱啊！所以我特別感到笑咁聲啊！你邊嚟聽古嘢講呢頭嘅？你這是有這 website 啊？你講到我去看就。冇啦，我諗咪 UBTV 我係 live page 啦。但我去看 UBTV UBPY.TV， 我報計你就係啦，興趣。正就人coming soon 嗱我看到 website 有 BTV coming soon， 這是你嘅啦。唔是我人嘅，我頭記嚇。A free TV station， 然後 Facebook Live 是，我可以 click 嘅。你翻啦。我 click 是要去 Facebook 嘅 page 冇啊？
係咪啊？你到底你要 B.TV 嘅冇去你 Facebook 嘅 page？哦，我 page 啊，冇去我 page，佢 UBTV 又是我人嘅嘛。特別上嘅咯，是要 B.TV 是上，你冇係只 link 去你 Facebook 嘅 page。我冇啊，我來我嘅啊。冇即係 UB.TV 是唔是你鬼告訴你？是。你到底 website 呢個冇係可能去你 Facebook 嘅 link？應該我是條 UBTV 跟開 live 嘛。我唔知 UBTV 上面 Facebook。唔知我頭期做嘅，你講去你 like 嗰啲。伊意思是講吼，when 下禮拜點先啦，伊會 live 是哪個 page 那邊？對。是什麼意思？是什麼意思？是。你如果講 Facebook，是我條 Facebook 開 live 咯。但係 Facebook 開 live，特別我去 website UB.TV 是 UB.TV。哦，我是講你嗰啲頭嘅講，你去 UB.TV 會是喺你 Facebook group 我是看佢去咯，我看佢除掉你 Facebook。我咪就係咁講。嚇。我咪就係咁講。My UB，OK， 我看到到啲 website 看到。OK。你去 Facebook 啦 ，like。我人會去，特別我唔是講鬼嘅，我係講一隻啦。咁啦，嗰啲我係介紹講嗰啲做果抓吧呀，果抓吧，人知係咪叫果抓吧？唔知。果抓啦，嗰啲。你想做咧小學師人嘅，係啲抓嘅。特別我嚟只特別嘅，就是有走車嗰種嘅喎 ，sport car 嗰種嘅喎，一頂愛2-3萬啊。一定要做嘅啦，較特別嘅啦，嗰種物件。嗰邊我朋友做，嗰時我朋友做嘅特別，伊都是有嗰種嘅鬼故事啦。講，嗰個我會使講未？來講吧。嗰隻鬼故事嚟講。伊講伊加一個查某啦，因為伊唔知18歲死了嘅，所以伊唔知報辦佢老母講，伊愛做嗰個新娘衫，所以。伊老母都唔知去嗰邊找嗰個新郎衫喎，伊嘛去香店問咯，香店無人賣，因為這種物件愛訂嘅嘛，所以香店人就介紹互我朋友講做這物件嘛，伊嘛去嗰邊介講我做款嘅一束新娘衫，互我查某囝仔下面一支我愛來壓啦，講 OK 冇問題，所以伊做了伊新娘衫。做好了所以想敢若新娘衫爾無敢若是無啥物感所以心想講我應該做一 set 互伊伊又做埋互伊，嗰種埋唔知 handbag 啊啥物物件互伊啦，所以迄陣到時間了，伊老母就來，伊老母唔知攬了伊啊是啥物，佮講感謝伊講，我查某囝伊看到真滿意啊，就是講。因為佢早唔捌拄着款嘅代志，講即是講一定要做嗰個衫嘅時陣啊，伊查某囝已經調嘅邊樣跟看了伊做嘅，所以伊講哇，伊講即擺伊感覺着敢若伊調做這物件嘅事啊，伊講就是講伊講袂使騙人啊，反正伊講咪做好笑，是，嗰個物件，你袂使講成頭工食了，那款了伊人嘅位就真係看了嘅。對，所以伊講因為伊講伊查某囝報辦話，伊講伊看到了嗰個新娘衫規色，講真水，講真滿意。所以講，因為我人問伊講，你話咪鬼故事？講是即個爾啦，伊講我感覺到伊個毛管長啊，真係理啊。OK， 所以你去後門嘅人啦，你去後門嘅你做啫。你去到住。我是本來是愛做嗰種嘅，我叫咩試行業，就是無咩人愛接手啦，客夾，攏是對，無人愛做啦，我愛去訪問，我啲果抓都是，我係去做啦，我 MCO 下面物件都未做。OK， 我對你真係有 B.TV，OK。OK，感謝。我俾問大媽即係感謝，大媽你是我別記你是聖嘟還是嘟 school 嘅學生我別記啊，定你是聖嘟嚇？感謝，我係記是，伊是感謝你個調 KS。
假使個掉，哎呀是。是你啲你開你買啊，無來講我是，我俾每款，我俾每款伊有燈，嗰邊有幾個告訴我，成嘟嘟咧。叫我到底伊無 maybe 無啲啊，我是啲國鏡，當時國鏡，我每到對其實對一個YouTube 無 Skype 唔是，Google Meet 入邊 ，Google Meet 收音機個幾個告訴我，還是7號，我在7號先是嗰時呢個收音機都個喎。有啊，無物件啦，唔要緊講啦，講講啊 ，OK， 我會記我8歲啊，對，你講你細漢咧，對2年級時8歲時了，我甲我嘅爸母出去啦，爸母出去了，我馬路車咯，愛去買物件咯，所以啲車內邊嘛是我甲我老爸啲單咯。So我爸是 driving， 坐啲 driving seat 嘅位咯。So我係 sit behind the driving seat 啦，後背位啦，坐了咯。So 我嘛啲邊單啊，啲邊單了冇事做嘛，所以我係手啊，我係手啲喺啲邊拍我係卡，然後就 rhythm 啊，喺拍我係卡。แล้วว่าสิว่าที่เฮทางง่ายเฮเลย玻璃位嘛，車係玻璃嘛。So 我看到我 reflection 咯，我 reflection 你看到我啲拍卡咯。都不拍，我哋看了，伊咯看了，我手停了，我手停了，特別 reflection 嗰啲拍了哟。於是我背回鳥，我都奇怪，我哋看了，我拍死，嗰啲拍哟，就接了哟。So I try a few times 我哋拍 stop 俾你啲人，所以咁奇怪了 ，after that 我就。較驚啦！我就走落車咯，無講我係爸走落去捶我媽。就是有類似8歲時奇怪，那所以 until now 我唔敢看我係車內面咧 ，especially 阿妹嘅一人看時啊，我驚看時，睇無對你甲我笑啊。你家己笑，唔要緊啊！看到後尾個幾個人喺度笑，是得驚後尾。特別你看到 reflection 是到底你窗啊嘅 reflection 咧，還是到底迄個車嘅你 driver 嘅車邊啊驚？冇窗啊，擺窗啊咯。OK 啦，所以是窗啊嘛。OK。所以當今你看到 reflection 是就冇驚啫。會記了咯，唔敢看就久咯。驚佢 extra 物件。OK。7號咧，7號你講咩物件？講個7號。The last one。來。OK，這是舊年發生嘅事。When the start of PKP 咧，係 MCO 嘅 directive 咧 ，March 嘅時，我嘅朋友，華南朋友啦，伊是冇工做啦，所以暫時咪做 part time 做先咯，然後除掉一份工是做 temporary security 啦 ，contractual security 啊，然後咧，喺你所在咧都是真出名啦 ，OK， 是白影嘅，免想乜嘢，規個邊咧地關嘅邊嘅掉。OK，在咯，都打。哎呦，我 service 冇事，我 service 冇事啊，即係 geography 啊。了，伊是個一班嘅。senior 做格啦，伊是 actually 是後生囝了啦，所以地道啦，嘛吹工了，伊個當伊人下晡是當第3樓嘅，所以伊人有輪流咯，每一暝有幾個 section 咯，所以暗暝時哦，干那一個格會使起伊爾嘅咯，唔是同年格嘅咯，所以伊迄個。有一暝是講伊半暝啊，3點幾咁嘅點聲，所以是伊愛去樓頂 clock in clock out 迄個物件嘛，去 check 伊嘅 situation 嘛。所以伊就是風險走去
第50幾嚟樓啦，至到一個 level 啦。because 佢哋 building 嚟講，還是你講去過咧，要只lift around surrounding 佢哋 building 嘅嘛。so 佢個樓頂嘅是搞個 let's say 是 example 是56樓 ，OK， 佢個56樓出來。佢嗰邊看所在咯，看伊 office 嗰度冚好事務啊，你看咯。了，行其實風險伊唔是風險，伊是 after loiter、after checking、after OK 無事哦，伊嘛 OK 啦。佢訂下你訂下你 leave， 去樓頂，冇去下頂。特別風險咧。伊講咪對，規間樓嘅，每一個lift吼無電去咗。伊電開無電，還是伊係開起來，開起來是無開，無咩？無保行，電在做咩事？佢 level 電，無開無保行咗。特別好個仔，伊行落去是伊樓頂係視領開個有啲啦，所以伊看到嘛。了，伊度唔知安怎好啊，伊度56樓安尼款。我可能我 try 看去別個樓看咯，是唔是？有時愛到我去樓頂還是去下頂嘛？我邊有一個樓梯啊嘛，所以 try 過啦，有可能別個 lift 有 work 啦 ，because 伊 enter 伊，啊是人在喺個 building， 伊人係無上樓無上 lift 嘅，伊人有細個嚇，所以去下頂啦，你使伊去下頂哦，伊咪去喺個樓梯落去看，我們伊開喺個樓梯喺個門。แล้วมุ้ยฮัลโหล level ฮัลโหลหอยอีจิโอโลคี嘛จิโอโลคีฮัลโหลเหล่าทุยso อีคุยฮัลโหลมุ้ยขอดูเอเต้อ๋ออีตัวเช็คยังอีขอดูจะเลยแปะเนี้ยจ่าโบตึงเท้ามอยเจียวเป็น咗คุยเป็น咗 so 剛เดียวเป็นแต่พี่อีโบ face อีสิ face another exit which means อ๋อ let's say ว่าสิตัว56樓มุ้ย落去 straight 就是看到55樓嘅妹去喺個 level 嘛，所以看嗰時伊就出啦，伊唔知安怎愛行還是咪行，所以伊無法了，伊大邊都是念伊嘅，喺個阿拉係物件啦，伊人家己 pray 啦，緊張啦，伊就無落去啊，伊無可能落去啊 ，because我愛落去咧，我是愛行過，係200冇可能係過嘛。可能安尼嗰陣時，我問你枯掉，你講枯掉，意思想枯掉就慢幫曬人枯掉呢？伊無講清楚，特別伊是問，伊是規個人是都頭開，我頭開咧。頭開，你大下你知係當家邊治療啊，啱嘛？哦，我治療樓梯站咧，看。樓梯站看掉下你 exit 到55樓嘅，妹嘅，妹啦，你哋冇講緊落去啊，咁隻 L 嗬，紅音係你 lift 係一站嘅樓嘅，係你 lift 佢哋對一，哦，就對一，點解佢咪走住去，係咪掉落去啊？แล้วอีหลังกอง咧係你 senior 咧就是。看到伊人錯就錯咯，伊就知係咩事啊！下邊真出名嘅，你樓啊？幾樓啊？你56樓下邊伊人講真出名 ，because 伊人隔了咧，就是我後路一個人去樓頂去 try 看先咯，還是來做咪做，這工年啦。哦，你想 audition 嘅呢？你就去下邊啊，特別我唔知做咩事，伊無 pitch 人，不可能伊見過頭啦。So 一期嘅 day 是 the next few days 咧，伊就冇做啊，走嘢 ，resign 嘢。有，恐怖。Because 黑邊嘅所在嚟講咧 ，even government 嘅 official 嘅咧，伊人在這個數嘅，伊人安種常常到嚟邊，let's say 到 office 做工，有嘅人半暝啊，let's say 伊人工地哦，人愛走嘅時候，特別拄到淡薄。刺激物件啊，所以特別有可能霸氣啦，迄人。我唔知係你講即係嘟嚟啊，有依個 office 即係 office 嗰啲，安尼一站嘛，一個咧是確實是 office 嚟嚇。
我唔知係咩嚟，其實。嗰隻是 because 嗰粒是冇上部門嘅，政府 office 嚇政府 office 冇上部門嘅，所以伊人嗰粒是冇上嘅 function 啦，特別 certain floor 夠冇上嘅個數啦。哦，我再講伊個電梯是，你特別想講你要去第幾站，你特別坐幾個電梯，伊唔是想講一個電梯起嘅了到站嘅。所以我哋普通嘅人講下半色啊，對，啊。半食了，你係去樓頂啊，你係 special pass 去樓頂嘅會使。哦，你特別去第你隔離啊？嚇，佢有你隔講。冇得就係佢係 MPPP office。哦。OK， 哇！我突然不多條嘅幫曬啊。特別我頭晚講你嘟咧位啊，我負責往那個 Form 1 Form 2希望做 project。assignment 啊，แล้ว我บัก去找係政府部門咯，แล้ว我唔想去咯，佢哪人去誒 boss 啦，我感覺對對面嗬正正啊，啦，特別吉利啦，呢，受這站啦，有陣時我咪去幾樓啦，幾十樓啦，แล้ว佢裝，去哦，依 office 唔是講即係 lift 開出來嘅 office，一個每很接去嘅，所以依喺邊 area 是冇咩人嘅。哦。我冇明白去，我去就較就是這啦，我冇去嘅，但係你這站嘛，誒，喺度幾站啊？60幾站喎，60站。50幾站，你話如果計幾多站啊？哦，就是我唔捌去過，特別我再講我有去過，較就是這人像有正 office 啊，那款嘅位。auditorium。嚇 auditorium 啊，是講伊咪是那款款咯，成落浪咁樣咯。is 要嚇十個咯，但係แล้ว伊看唔到日頭對啦，แล้ว放古早其實我感覺到暗很咯。冇因為伊個表伊模式本暗嘅。係咪暗？伊個模式啊，伊個 design 伊個色啊是 actually 咕啊咁樣。哦。OK， 咁咪小蛋啦，差唔多落站咧。有時最個包廂 before 冚大時個嘅字裡面有冇講嗰部？OK 冇啊。OK， 我試下小蛋啦。然後當見到啲 clubhouse 嘅介紹機性，但我唔知早期嘅狀我未記啊。就是當見嘅是Geography 是照曬。然後個後條阿龍拖回我鳥。阿龍啊，阿特我就吞用嗰咯，其實就可以學到嘅。阿特，แล้วก็見到個即係紅公雞咪就咩鄧海倫啊，我未記啊名咯。紅海里啦。紅海里。個是你仔哥嚟嘅。我頂住，我們未叫仔哦。阿 John 都冇線啊，阿 John。我唔是冇線。紅公雞係使啊，叫紅公雞。紅公雞係應該記啦，紅公雞 OK， 我叫咗紅公雞係應該記啦。啊，你紅海倫該韓國記，紅海里。แล้วก็ตมาบันดงเดียวบันดงก็卡丘阿龍個阿蕉個就係，特別我講幾個數。阿龍是住誒。好屌啦，講嘢。阿龍啦。係啊，人特別個，你 remind 我唔講嘅啦，你 remind 我講過做咩？係啊，個住個攞錢嘛，雜波誒，自己是卡丘，不，係你要。嚇！你講咩啊？嚇！at least 冇接掉咯，at least 冇接掉嚟喎。擺清。但係你講就係解決嚇，都要擺清先咧。嚇，先嚟擺清。然後當見個到底其人嘅即係Google Meet 是裝咧，Google Meet 就是播咁啲哦。Hello，拜拜。個有怎麼走去了誒？走去了誒helicopter 我哋都到個有人嘅
到個小英機，小英機呢這年啊，我來講歡喜來講個物件，然後把住個到底嚟插文確啊有影嘅事。會使，แล้วก็7號咯，7號嘅士人7號，個葡萄牙南西，嗱會講個南西，然後我唔知這是這個 episode 還是另外一個 episode 了，嚇對，應該對，我未記講這個 episode 是另外一個 episode，但我諗就係講佢哋是這個 episode 還是較早一個 episode 咧嚇。啊，這是較早嘅 episode，頂一禮拜，我兩人做只誒，我兩人做只誒，加文東加魯做只係講嘅啊。佢哋小英機誒，即係小，係頂禮拜，但是我冇聽頂一禮拜，我會記特別對佢聽咧，你講緊我知道，驚到試我唔知我特別到對佢講我 reaction 是安怎啦。應該冇翕掉啦。要攞咧就係參掉講嗰時講我驚，我當佢使都冇俾出啦嚇掉。然後 OK， 咁我這邊先。就OK， 你禮拜再見，哇，差唔多攞點正本啊。所以那時攞有興趣嚟講咧，攞到啲 YouTube 人嘅使訂佢哋 like 啊，佢哋而家較早時就講訂佢 like button，有時個訂 subscribe，then 我會調我嘅聲，就係我嘅 make sure 我係冚大。OK 啦，講個正式嘅禮拜再見，各位聽眾，感謝 Clubhouse 嘅朋友，感謝Google Meet。YouTube 嘅朋友，拜拜，拜拜。OK， 到啲YouTube 合併定時禮拜，冇人看到就驚你小英嘅你南西嘅辦公室就係夾掉，就係講嘅偏坑聽，條 cancel 啊是175年，讓到俾佢聽。你是這邊接觸朋友訂 subscribe 了，訂看訂聽，嗰時訂下就正嘅時，我限掉錄音嘅時，佢通知到，跟住佢 miss 嘅我限掉錄音，跟住啲俾 T-shirt，感謝啊，拜。